对不对？还说你是特别特征的里面像跟同学一样，对不对？那你肯定啊，肯定呢，你要开口不的时候呢，你就要多加一些功夫哈。好，再来呢，同学要跟大家讲什么？活力热情是什么？成功之本这个热情是给勾心，它给我好，再来呢，各位先生，人际沟通力非常非常重要，什么？多带活动去应对人生力。有时候呢，我们都想对不对？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就是叽里呱呱讲个不停，对不对？懂不懂？电话沟通，人家讲到一半，你就跟他插嘴，对不对？其实呢，有时候呢，怎么样？多倾听多制造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其实呢，这样才有办法知道说对方有什么状况，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所以呢，而且你跟他一加一等于心，对不对？等于心心心相印。所以呢，我们要做打开心灵的什么钥匙这个很重要。因为它的这个钥匙上面有一个爱，有没有我们也多做生要有爱。好，再来呢，人际沟通密码，来，各位姐姐，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叫我们去拜师学艺没有，但是你自己同意就好了这个很重要。像这个紫微斗数面相手相星座学习心理学，这个或许其实都很出钱的。尤其这个手相，或许大概怎么看？你这边用手相对很多人各位姐姐，或许教大家很简单的办法，你把那个手打开来看，有没有看到你的手里面有很多三角形？每个人一定都有三角形，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包括你的那个小孩，包括你的亲戚朋友，每个人都有三角形。为什么？各位姐姐，请问三角形代表什么？说清楚要好。我们看过帆船吗？没看过帆船？帆船是不是三角形？你知道船是一个三角形的帆布，所以呢，或许呢，每次当学生他哇，你有三角形，当学生哇，你有三角形，你想到我三角形？他说三角形是代表什么？三角形是代表你要修行。为什么？因为你会进入一个法船嘛，对不对？进入一艘船嘛，所以呢，你一定要求到，一定要跟着我们开智慧。什么是开智慧？我带你去三楼看，三楼是佛台，对不对？所以呢，多学点这个真的很好用。那至于什么生命线什么感情文智慧，这个青菜对不对？反正那个三句不离本才能修到佛你知道吗？有一个新加坡的也是他很可爱因为他们的佛堂是在那个观音庙的对面所以这里的观音庙一定要拜他。那还在解签的有家的话就包包泡，两次就直飞说来，跟我先可以吗？对来，我帮你解签是专门的。结果上去不一本怎么样？我跟你讲，这里在学哲理对吧？才会改变你的描文，那你的读到对面的学习有不同。这样知道吗？这个很好用。所以其实这个什么心理学什么，这个其实我觉得说这个参考或者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改名不如怎么样修心，功德可以救命像我取的名字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好听，尤其呢那天不懂去户政还是哪里，他说哇你的名字他取大奖，这有15个人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去的是嘛女主，因为我叫陈素月朴素的月亮，知道吗？然后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是很有名的律师然后以前都他的名义度了很多人那每次去家访，说你是住哪里？我是谁的女儿？是爸爸叫我都没有学到，你爸爸有学到吗？因为他学的爸爸真的很有名在那个正南沟那边下面那个说连电视看到那是他学的爸爸然后每次我爸爸叫我都没学到，真的。他每次说当然有我们家里有设家里有我们的补习班都是很多佛堂，今天又买了一块地1500，又要设佛堂，那你看我爸爸有没有学到？当然有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方法度很多人。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你家有这一点，他是什么？陈素月，在国南高找不改名或者爸爸说，或者爸爸很幽默，他就说，你改名后，我给你开始错了，你错后了。或者他是讲，没事，然后他说，那你要改什么名字？OK， 他说很简单把这个树改掉把它改成大。我说，为什么叫陈大月这么难听？他说，你这个女的真的很挑剔因为大月要把我前面完。如果是你要改吗？不要改，说那算了，我就叫陈素月我忘了要自我安慰一下因为呢，或许听说这个陈是发源于对不对？素呢就是本来月就是那个什么光华，最后有自我安慰说，原来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什么？要发挥自信的光华的这个工作，对不对？就这个名字好不好？很好，而且我爸爸说哇，你这个名字取得太好，就算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大家参考一下。要不然或许的其实你
上的眼泪，请大家请站立。而且请把你们的手给伸出来，因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宣誓。我们要宣誓非常的重要。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职场，对不对？我们能够开拓道脉，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请诸天仙佛、观世音菩萨，对不对？来帮我们加持。好，所以各位先生，现在呢，请你们跟着后续来宣誓。好，跟着后续念快乐开拓者宣誓词。快乐开拓者宣誓词。我请做到自己的姓名。为了效法诸天仙佛。度化众生的慈悲行仪。在白羊封神榜上。写下大事迹。愿意在诸佛面前。立定大大的志向。我坚信自己。是为普度众生而投胎东土。我24小时。务必保持开拓道路的念力。我的眼睛。随时闪烁着慈悲的光芒。照耀着与我相遇的有情众生。我开口必然莲花朵朵开。我温暖有力的手。就是要牵引还在苦海里游泳的众生。敲响18万步的莫广亮是偶像。我请各报自己的姓名。不度尽天下群生。誓不成佛。敬请诸天好神。万仙菩萨。每天为我佛力加持。让我天天有人度。周周有人求道。月月有人开法会。拜请诸天好神。每天查阅我呈报的度人名单。以及开拓路线。不在名单内的请帮忙加入。让众生欢喜看到我。开口度他就点头。开拓道脉一路畅通。诚挚献上无尽的感恩。菩萨我爱你谢恩。宣誓人请各报自己姓名。于99年。岁次庚寅。6月出发日历。很好，宣誓完毕，请把手放下。好，请给彼此一个热烈的掌声。好，请坐下。我们非常的恭喜大国军今天这么多人发愿，对不对？所以呢，愿大是力量大，各位学姐有没有信心？非常有信心，所以诸天好神来了，对不对？刚刚呢，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呢，对不对？诸天好神就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给我们赐给我们一支好签，每一支都什么签？对，上签了。再来呢，我们要不要请老师也来跟我们加持一下？给宝贝徒们多一倍的肯定、加油勉励跟打气希望这个可以打开，这个是或许不错的，声音可以放大一点吗？小徒儿，加油加油，老师在为你加油了。这件事情有点《西游记》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勇敢勇敢，你要再勇敢，老师对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各位徒儿要加油。
各位先生，我们要渡人啊，常常可以渡了很多人。或许跟大家分享一个秘诀好不好？好。你们晚上啊，有没有睡前跟老师道晚安的习惯？有的请举手好吗？从来都没有啊，各位先生。哎呀，或许要赶快替老师传递一下心声哦，因为或许啊，个性比较孩子气哦，所以呢，或许在好几年前，就是睡前一定要跟老师什么道晚安，而且呢，睡前呢，或许一定会跟老师报告呢分享或许一整天的喜怒哀乐，包括盛宴，包括盘宴，包括或许想要去的地方开荒，包括或许遇到什么瓶颈不管什么事情呢，或许都跟老师分享。那讲不管是在哪里，对不对？可是呢，或许觉得说，老师很慈悲他都常常会借事会给我们答案，对不对？那或许有一个部落格所以或许呢，在部落格里面，前面部落格或许就有那个email，对不对？那在email里面，或许呢只设一个寄封某种信箱，对。然后呢，有什么不快乐事就像写日记一样，就把它存在那边，然后就说请老师回信，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呢，就有部落格之后呢，也常常这样子丢结果呢，或许呢，去年遇到一点瓶颈，遇到一点瓶颈那或许呢，就跟老师说，老师，亲爱的老师，如果呢要来1年来研究经典跟写书法那结果呢，老师呢就在正神佛院对不对？就跟大家结缘的时候呢，在开场老师不是有做一首歌叫什么普洱是老师永远的牵挂有没有？是不是说普洱你累了吗？对不对？是不是有个想休息的想法，对不对？哎呀，那个胸口就是后学，对呀，所以呢，或许就觉得说很感动，为什么？因为老师在那个时候呢，就说其实普洱的每一封信，老师都怎么样，都有收到所以呢，有一次呢，或许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或许自己就在那边观望，一边掉眼泪一边乱画结果呢，或许就画了一个那个什么老师的大陆画了一个大陆